后来，这个宜兰南方澳仔大桥，伫5年前断裂，有6个人死亡。当时负责来检测到桥梁的是某一间私立科技大学的教授陈明正，伊方指控造假，无照规定来检测，讲伊伫个宜兰检测造假桥梁，就高达541座，仿用伪造文书，判刑2年。 开座大桥为中断去油管车落落水。2019年10月，宜兰南方澳大桥断去，造成6个人往生，10外人受伤的悲剧。当时负责桥梁检测的是一个前科大教授，叫陈明正，被人指控讲无依照规定检测。面的这几根吊柱已经不足以支撑住全部的桥梁。 我要说，先生未堪咧同在，已经达不到原始的设计要求。陈明正伊所开工程技术顾问公司承担桥梁安全的检测标案，2018年负责宜兰县的桥梁检测，互人指控讲是外包好无牌的人处理。那后来因为这个2位被告可能人手不足，所以找了一些没有资格的人去检测，必须上传这个检测人员的这个照片跟姓名。被告2位呢，就请这一些。 另外，他所雇没有资格这些人呢，直接在系统上就点那个符合契约资格的人。危险的代志，毋那一件尔，新立县新丰乡的水公桥桥梁边啊，拢必须逼到底。陈明正2018年验收新立县3座桥梁，传无实在相片。今年1月，被依照刑事业务定在不实的文书罪，判刑6个月确定。 敢若宜兰有问题，桥梁的数量就541座，陈明正无顾到公共安全。宜兰地方法院依照伪造文书罪判2年徒刑，负责行政事务的一个姓张的小姐判1年10个月徒刑，专案拢会当上诉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